家己甲主的关系，咱来甲主来祈祷，咱做伙阿头来祈祷。主你面杯，我哋甲你面头前，谦卑心灵，我哋软弱，阮总是常常体贴又体得罪了你，常常犯罪，离开你的主是主啊，你拢知影阮所犯的罪，恳求你加赦，恳求你帮助阮。主为你的杯，阮来到你的面头前，谦卑承认阮的软弱，阮总是常常来体贴肉体得罪了你，常常犯罪离开你的真道。总是主啊，你拢知影阮所犯的罪过，恳求你加赦阮，互阮知影阮的歹，保血来洗清阮所有的罪，求你的恩惠进入阮的心。主啊，互阮伫你的光内面来活，行你的道路，只是恳求圣神进入阮的内心，成做阮的保惠师。祈祷奉阮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所在咱们为着牧者团队中一当工，各牧区的首长选职的当工，为着富强50周年的活动，教会逐项的事工，咱献就咱的祈祷，咱做伙出声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感谢你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这么爱阮，互阮伫富强教会这个大家庭当中，当做主你的肉体。感谢你为着富强教会的第3位的牧者，谦卑顺会中一当工，团队首长专职的当工，甲会友参加为着荣耀你的名，温困做工，恳求主恩典，甲因每一位属下属灵，逐项的分数，有智慧能力来带领属属的团队，事事尊主为大，共同来服侍教会，彰显神荣耀的作为。恳求你属下同心合意，伫阮的中间，帮助阮，拢愿意同心遵行你的旨意，更加愿意付出代价来跑走你的道路。我嘛为着富强50周年，逐项的事工来进行祈祷，求你互阮每一项活动甲事工，拢会当进行了顺利。咱嘛为着富强教会所有的会友，人人会当得到无穷的祝福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嘛为着咱第一，为着身体健康，为着事业兴旺，为着心灵喜乐，日子甲家庭的和乐，甲灵灵的心性来永驻来祈祷。嘛为着2长的礼拜定数，咱献上咱的祈祷，咱做伙出声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上主，主啊，求你富强我所有的会友，我的身体，我的是心的不一样，还是心灵中的主，你都来。必有心灵中的不同的我的心情，主啊，感谢你。耶稣，愿为着第一堂老牧师、第2堂下牧师献上阮的祈祷，求主圣神甲2位牧者同在，透过2位牧师将你所传讲的信息，拢带来有对你来遐的话语的能力，会当互会众透过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到造就。主啊，你嘛看顾好受2位牧师手里所做一切圣工，互2位牧师所做一切，拢为着荣耀你的名来行。嘛看顾阮保守今日的讲道，讲的甲听的，拢白白得到利益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你的双手扶持我，使我智慧甲才能，为你荣耀真济，愿你甲阮同在，做我是为的顶摆，保护我无你失态，带我带你在海，愿你甲阮同在，将我藏伫你手内，做你得胜的庇护，注定充满世界。全能的上帝，请你听我的祈祷，愿你大大赐予我，开阔我的心肝，将你的话甲释我，你的双手扶持我，使我智慧甲才能，为你荣耀真济，愿你甲阮同在，做我是为的顶摆，保护我无你失态，带我带你在海，愿你甲阮同在，将我藏伫你手内，做你得胜的庇护，注定充满世界。愿你甲阮同在，做我是为的顶摆，保护我无你失态，带我带你在海，愿你甲阮同在，将我藏伫你手内，做你得胜的庇护，注定充满世界，做你得胜的庇护，注定充满世界，做你得胜的庇护，注定充满世界。哈利路亚！耶稣掌管所有一切。来，我邀请所有兄弟姊妹来做伙站立，来学罗咱的上帝。我最患难的时阵，耶稣掌管；对别公平的时阵，耶稣掌管。无看环境，只要真心来相信，耶稣掌管，伊万事拢掌管。我最患难的时阵，耶稣掌管；对别公平的时阵，耶稣掌管。无看环境，只要真心来相信，耶稣掌管，伊万事拢掌管。我最患难的时阵，耶稣掌管；对别公平的时阵，耶稣掌管。无看环境，只要专心来相信，耶稣掌管，伊万事拢掌管。耶稣掌管所有一切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天父了，加感谢，也真为祈祷，来唱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掌管，你为祈祷，耶稣你掌管，来唱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天父了。
主好。